农历过年前，乌鱼子真抢市，但是若制作的过程，这个软毛啊去破去，看起来歹看就卖无好计销咯。伫咧家己的当招，讲有乌鱼子的美容师妙手回春，抢救这个破损的乌鱼子。 用火烘的乌鱼子真香阁真 Q， 只是乌鱼子唔是每一块拢真水。杀的时候它会变成有稍微伤到。像安尼软毛破损，安尼卖相无好，就卖无好计销。这个时阵就需要因。甲走出来软粒挂掉，然后搁甲保护平，上尾啊才铺长衣。若无介严重的时阵，就无处理，啊，若有时较迄个时阵，要处理一下，去真空起来就肥。 动作阁真溜咧，有的乌鱼子阁会有担只走入去。又怕它会苦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给它剪掉。除了真歹看，嘛会真歹食，拢要靠修复来做补救。家己当中嘛是乌鱼的产区，袂少的乌鱼子业者拢是乌鱼子美容师。这样补起来就可以，就 OK 了。 甲乌鱼子保护好了后，再晒日头，互风吹，互长衣变做会透光。甲原本软毛、软粒融合做伙，经过真空包装了后，就看无原本破损的所在，嘛互人真正的配合，才会乌鱼子美容师高超的技术。